個三好向來有3個飲食喜好：做好事、食好嘢、讚好評。中國嘅飲食文化博大精深，而且擺盤都有好多意象之美。個三好一直都好想了解更加多中華飲食嘅文化精髓，唔知可以喺邊個途徑了解更加多呢？三好，今日我哋嚟到呢間中學，就啱啱舉辦咗皇帝的餐桌，從故宮國寶看中國飲食文化嘅互動講座，相信可以俾你了解更加多，可以更加知道咩係重情之禮嘅價值觀啊！佢高傲，但係宅心仁厚；佢低調，但係受萬人敬仰。昔日皇帝都中意食火鍋，原來都係食神之一。喺今次互動講座裏面見到學生咁開心嘅，因為導師帶領學生尋味記，透過體驗環節，俾學生聞香辨味，認識香料嘅種類，以至細味品嘗茶香，辨別其氣味性質作用，細味中華飲食嘅千年智慧，了解時令飲食習俗背後嘅文化意涵。官廷嘅精緻講究，連賜茶禮儀都蘊含重情之禮，讓學生感受深厚嘅中華飲食文化。